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Zack 啊。美國總統Donald Trump 咧就喺國情咨文當中咧就發表咗一個好震撼嘅宣言啦，就宣布美國咧將會奪回巴拿馬運河。咁呢一個表態咧就好快引起全球關注啦。咁之後咧白宮咧亦都指示美國軍方咧就制定相關嘅計劃㗎。咁根據多間媒體報道啦，美國南方司令部咧就喺度積極開發潛在嘅策略啦，目的咧係通過增加駐軍啦，加強同巴拿馬合作啦，甚至喺必要嘅時候採取軍事行動，去確保對呢一個關鍵嘅水道嘅控制權嘅。相信各位觀眾咧對巴拿馬運河呢一個詞語咧都唔陌生㗎啦。香港大富豪啦李嘉誠啦旗下嘅長江和記實業咧就喺3月4號就宣布，就將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嘅關鍵港口在內嘅資產咧就賣咗俾美國嘅貝萊德集團 BlackRock， 總值就228億美金，引起北京強烈嘅反彈，去話李嘉誠買過㗎。我哋講翻美國嘅計劃先。美國南方司令部咧就喺度制定緊多層次嘅策略啦，去實現特朗普嘅目標。呢一啲目標咧唔單止顯示咗美國對巴拿馬運河嘅戰略重視，亦都反映咗咧就係佢對潛在競爭對手嘅警惕㗎。我哋講講呢個詳細內容先啦。第一個就增加駐軍。而家咧美國喺巴拿馬咧就有大約200名嘅軍人啦，主要咧就係特種部隊。呢個人數咧會因為換班輪換而有啲波動㗎。根據美國媒體報道啦，美國軍方咧就計劃進一步去增加駐軍嘅規模，可能咧就包括加一啲就係特種部隊人數啦，或者係加一啲後勤支援人員，去加強對運河周邊地區嘅監控㗎。第二點咧就係加強同巴拿馬嘅合作啦。點樣加強咧？就係同巴拿馬嘅保安部隊咧建立更加緊密嘅聯繫啦。美國國防部發言人 John Early 咧就透露話，美國計劃今年咧同巴拿馬進行多項嘅聯合軍事演習，去提升雙方嘅協作能力，並且鞏固關係㗎。第三個就係軍事干預啦。雖然呢一個可能性就比較低，但係美國軍方咧就冇排除喺極端情況下咧使用武力奪取運河嘅呢個 option 㗎。有媒體就話啦，若果巴拿馬拒絕同美國合作嘅話咧，軍事行動咧可能會成為一個 backup 嘅方案嚟㗎。呢一個 backup 嘅軍事行動咧係 based on 一個條約㗎，就係1977年簽嘅巴拿馬運河條約，亦都叫做 Toledo's Charter Treaties 㗎。呢一個條約咧就賦予美國喺運河中立性受到威脅嘅時候咧採取行動嘅權利㗎。美國軍方嘅計劃咧，仲包括一系列嘅輔助措施嘅。第一個咧就係派呢個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啦，去負責運河閘門同埋基礎設施嘅維護，去確保咧佢哋嘅技術運作咧係喺美國嘅監督之下㗎。第二個咧就係加強港口嘅安全同埋建設啦，加強咧巴爾博亞港同埋哈里斯托巴爾港等現有港口嘅安全啦，並且考慮咧就係建設新嘅港口，去增強咧對運河嘅控制㗎。第三個咧就係重新開啟一啲訓練啦嘅設施。第三個咧就係重啟訓練設施啦，討論咧重新開始1999年之前運作嘅軍事訓練設施，例如 Jungle School 叢林學校啦，去提升美軍喺呢一個區域嘅長期存在感㗎。第四個咧就唔係而家發生㗎，不過咧就係話發生衝突或者威脅嘅時候，美國咧就會部署更加多嘅部隊去阻斷中國船隻嘅通行，甚至係恢復美國對運河嘅完全所有權同埋營運權咁樣㗎。特朗普咧將巴拿馬運河安全視為執政嘅要務啦。美國公司咧今次可以咁快攞翻巴拿馬咧，全因為咧就係特朗普同貝萊德 CEO Fink 嘅關係咧好深厚㗎。Fink 咧唔單止係特朗普嘅長期投資夥伴咧，亦都曾經係佢嘅經濟顧問圈嘅重要人物嚟㗎。今次咧阿 Fink 咧就利用咗佢嘅資源同埋資金嘅優勢啦，好快攞咗巴拿馬嘅2個重要港口，幫特朗普政府咧解決咗國家安全問題啦，唔單止咧喺政治上咧大有斬獲，同時喺經濟上咧亦都賺到盆滿缽滿嘅喎。
咁我哋首先講咗就係 Frank 同埋特朗普佢哋關係咧有幾深厚先啦。咁第一個咧就係特朗普佢本身個人咧就長期投資貝萊德嘅一個元武基金啊。咁喺2017年咧，特朗普咧就喺白宮咧就公開讚過阿 Frank，就話咧阿 Larry 咧為我做得好，即係 Larry 就係佢個名啦，Larry Fink 係啦。咁佢就話 Larry 咧為我做得好好啊，佢管理咗我好多嘅資金，為我帶嚟咗好多好正嘅回報啊。咁啊，第二個咧，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咧，就係阿 Frank 咧曾經加入過咧特朗普第一任期嘅商業顧問委員會㗎，咁並且喺2024年選舉之前咧就被視為係特朗普經濟圈嘅潛在顧問嚟㗎。咁根據紐約郵報喺上年嘅7月20號報導啦，就話特朗普咧對 Frank 嘅尊重咧係超過其他金融界嘅人士㗎喎。嗱，咁今次巴拿馬運河嘅呢個交易啦，其實貝萊德咧佢有好多個贏面㗎。我哋由國家安全層面去睇先，佢首先咧就解除咗美國國家安全嘅隱患啦。特朗普係非常之開心啊！佢喺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嘅首次演講當中咧，有講到就係話，我哋嘅政府咧將會修復翻個巴拿馬運河。咁我哋已經開始咁樣做啦。咁如果想睇下呢個演講嘅話咧，可以嚟我哋嘅 channel 咧，就係有冇搞錯嘅 channel。我哋有一個同聲翻譯嘅，咁啊足2個小時足版本咧係擺咗喺我哋 channel 嗰度，大家可以睇翻下。咁啊另外咧，其實美國拉丁美洲事務特使亦都有講過咧，就話中共企業咧不斷喺巴拿馬運河地區咧擴大佢哋嘅存在，咁啊涉足港口啦、物流啦、電信呢啲基礎設施，唔單止威脅美國國家嘅安全，對巴拿馬同埋成個西半球咧亦都構成威脅㗎。貝萊德呢一筆交易咧，佢形容係解除咗美國嘅後顧之憂㗎。咁啊，除咗呢一個國家層面之外啦，其實喺政治層面咧，佢都贏㗎喎。嗱，咁首先我哋講翻咧，其實阿貝萊德咧係好跟隨呢個共和黨嘅嗰個政策方向㗎。點解咁講咧？我哋有幾點可以睇到嘅。第一個就係舊年特朗普贏咗大選之後啦，貝萊德喺最新嘅年度報告當中咧係 delete 晒所有關於 DEI 政策嘅措辭啊，即係多樣性政策嘅嗰啲講法。第二點就係今年1月份咧，貝萊德咧亦都退出咗聯合國支持嘅氣候組織，叫做淨零資產管理人倡議，咁簡寫係 NZAM 啦。咁呢個做法咧，其實係好得到共和黨人嘅好感㗎。咁今次巴拿馬運河嘅呢個交易咧，更加不在話下啦。咁除咗啱啱提到嘅就係國家層面啦，同埋呢一個政治層面之外，其實對於貝萊德呢間公司嚟講咧，都有好多好處㗎喎。咁今次交易咧，亦都係推進咗貝萊德喺基礎設施領域嘅佈局啊。咁貝萊德旗下咧有基礎設施股權基金系列啦。咁2024年嘅1月12號咧，其實咧貝萊德咧先以一個125億美金咧收購咗全球基礎設施合夥嘅企業，咁咧就專注喺能源啦、交通啦同埋水務資產㗎。咁已經係令到佢嘅基礎設施資產管理規模咧係提升到大約1700億美金㗎啦。咁再加埋今次呢個交易啦，即係巴拿馬運河交易啦，再令呢個貝萊德咧增加咗分佈喺23個國家嘅43個港口、199個停泊位嚇。咁所以咧可以見到咧，其實對於貝萊德呢間公司嚟講咧，佢本身嘅嗰個發展咧都係好有得益㗎。之後咧再講講商業上嘅得益啦。咁知情人士透露咧，就係貝萊德咧由長江和記成立以嚟咧，就係佢股東嚟㗎啦，屬於一個長期機構投資者啊。係咪咁樣回事咧？我哋睇睇香港交易所披露嘅資料先。咁2025年3月份啦，貝萊德咧持有長江和記咧大約5.1% 至到5.5% 嘅股份，即係大約1億9700萬至到2億1200萬股。咁呢個意味住咧就係貝萊德同李嘉誠咧係長期合作嘅關係㗎。咁佢今次亦都因為咁而賺咗好多錢㗎，因為呢個收購消息咧公告咗之後咧，長江和記嘅股價連續2日咧係升咗接近30%。咁貝萊德咧帳面嘅盈利咧亦都好可觀㗎。
第二個賺嘅咧就係今次交易嘅價格啦，對貝萊德咧亦都係相當有利㗎。咁我哋睇翻咧就係和記港口集團啦，咁咧喺2006年咧曾經咧將佢20% 嘅股權咧以44億美元咧去賣咗俾新加坡嘅 PSA International 港口集團。咁樣去計一計嘅話咧，其實當時公司嘅估值咧係220億美金嚇。咁今日咧和記港口集團咧就80% 嘅股權咧係以190億美金咧去賣俾個貝萊德財團。咁啊公司估值咧就係228億美金啊嚇。咁你可以見到咧，其實當時嘅估值係220億嚇，咁而家係228億嚇。咁如果按照3% 嘅資金成本去計啦，其實220億美金19年之後咧，其實應該要值345億美金㗎。但係今次交易咧唔係喎，用翻228億喎。咁公司嘅估值咧幾乎係原地踏步㗎。咁即係貝萊德呢間公司咧，基本上係可以話係用咗19年前嘅價錢咧買咗呢間公司㗎嚇，即係話超底價去買啦。咁啊，亦都其實呢一點咧，亦都反映咗咧，就話貝萊德同李嘉誠今次嘅交易考慮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商業層面嘅考慮嚟㗎。咁講到唔係商業考慮啦，其實李嘉誠做嘢咧，不嬲都係好有前瞻性咯，因為佢嘅政治觸覺咧係非常之敏鋭㗎。我哋睇翻咧，其實喺習近平上台前後咧，李嘉誠咧已經係開始全球佈局嘅大調整㗎啦。嗱，習近平咧係喺2007年喺中共17大咧被定為接班人㗎，去到2012年尾咧正式上台嘅期間啦，其實中共嘅內鬥咧係非常之激烈㗎。咁李嘉誠咧同中共嘅關係係好複雜啦、好深啦，而且咧係同啲最高層咧係好有直接嘅關係㗎。對中共嘅動態咧同埋走向咧特別敏感，咁可能咧其實佢一早咧就睇到端倪㗎啦。喺2013年啦，李嘉誠咧就專登去北京同習近平見面啦。其實當時咧可能已經對中共策略嘅趨勢咧有咗自己嘅判斷㗎啦。所以由習近平上台前後開始啊，李嘉誠咧係喺全球範圍咧就做咗一啲大嘅資產調整㗎。嗱，由2010年起啦，李嘉誠咧就靜靜雞咁樣啦，撤離中國嘅資產，仲將長江實業同埋和記黃埔重組，咁註冊地咧亦都改咗喺開曼群島㗎。2013年開始啦，李嘉誠咧亦都大規模咧喺中國大陸同香港撤資㗎。咁除咗撤資之外咧，佢喺海外咧都買咗好多資產㗎。譬如由2010年至到2012年期間啦，李嘉誠咧主要喺英國佈局啦，買咗 Seabank Power 發電廠50% 嘅股權啦，英國電網 EDF Energy 啦，諾芬別人水務公司同埋 WWU 配氣公司啦。咁佢嘅海外投資咧一直延續到去2019年㗎。咁2019年之後啦，香港咧就喪失咗中外橋梁嘅地位，就逼住李嘉誠咧要喺中美之間咧保持一個微妙嘅平衡㗎。咁以前咧香港係全球3大金融中心之一啦，亦都係世界第3大航運中心啦，係國際自由港啦，亦都有獨立關稅區嘅地位啦。咁西方咧對中共咧用一個綏靖政策，咁中共喺香港搞一國兩制，咁所以咧香港咧有好大嘅國際空間。咁李嘉誠作為香港首富，當然可以四處投資啦。咁不過咧去到2019年反送中之後咧，中共就強推個港版國安法啦，香港咧就變得內地化咗。咁同時咧，美國同中共咧就展開咗激烈嘅戰略競爭。咁香港喺政策上咧就被當成係敵方啦。咁樣一嚟咧，李嘉誠同中共嘅關係咧就由以前嘅優勢咧變成而家嘅負擔啦。咁所以咧佢變咗喺中美之間嘅嗰個對抗當中，喺一個好幼嘅一條罅嗰度咧去呼吸去生存㗎。嗱，咁今次咧李嘉誠咧就將呢一個包括特朗普最睇重嘅2個巴拿馬運河港口在內嘅全球100幾個港口咧，就平價賣咗俾同特朗普關係好密切幾個貝萊德大頭嘅財團。咁某程度上咧，呢一個動作咧等於啲乜嘢咧？就等於李嘉誠咧向特朗普政府咧同西方買咗一份長期保險，繼續保障佢李嘉誠
其他嘅資產嘅安全㗎。咁同一時間啦，李嘉誠咧保留咗喺香港啦、深圳啦同埋華南地區營運嘅港口資產。咁再加上近年嚟咧，李嘉誠咧亦都開始拋售翻嗰啲英國啊同埋西方嘅一啲資產，就表現出咧喺大陸投資嘅意向。咁呢一啲動作咧都顯示李嘉誠咧仍然維持緊同北京嘅關係㗎。咁由今次同貝萊德嘅交易咧睇得出啦，李嘉誠咧係喺人情世故啊、深謀遠慮同埋當機立斷咧係做得非常之出色。咁不過啦，就算李嘉誠有咁出色嘅特質都好啦，喺個時代嘅大勢之下咧，佢只能就係忍痛割愛、委曲求全。以前嗰種咧就係周圍去投資啊、打造嘅全球商業帝國嘅機遇咧，已經一去不復返啦。今集節目就到呢度啦。咁各位中意嘅話，記住 like 啦、share 同埋 comment 啦。最緊要就係訂閱我哋有冇搞錯呢個 channel㗎。我哋下次再見，拜拜。